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2月27日，路加福音2章1节到7节。迄时，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颁布命令，叫全国的人民拢登记户口。这个头一遍的户口普查是古尼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来实施的。众人拢登去家己的故乡登记户口。约瑟嘛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去犹大的伯利恒，就是代笔出世的城。因为伊属大笔的家，是大笔的世系。约瑟甲伊的未婚妻玛利亚做伙去登记。迄时，玛利亚已经怀孕。因伫遐的时，玛利亚生产的时到，就生头一囝，伊用布包伊，互伊困伫槽里，因为客店无所在通互因住。当主耶稣要出世迄年，就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来发布命令，爱全国的人民拢登去到因家己的故乡去登记户口。伫遐，这是第一遍有安尼户口普查，所以约瑟甲玛利亚就爱登去到因的故乡，就是代笔出世的城犹大的伯利恒，因为因属伫大笔的系，也就是圣经所有言，伫大笔的家要出一个囝，伊要成做拯救的。总是主耶稣的出世，无有客店通住，因只有伫马槽内底，耶稣住伫出世伫马槽，用布包伊。伫咱每一个人，咱有体会到主耶稣降生的谦卑甲卑微也无，因为伊用疼为咱来出世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